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手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吗？阿们。让我们一起站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热情的来敬拜，用芥菜种的信心，坚定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用信心的祷告，一起大声宣告：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细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芥菜种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细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都是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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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Amen。 哈利路亚，阿们。一起来赞美主至高的名，因为主的名何其美。在主的爱里，我们合一的敬拜，同心献上我们的赞美祭，一起来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和你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道有救必永留。
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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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里院，神的道永久必永留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献给耶稣，一切荣耀都归给他。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在主的眼里，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感谢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管我们的一生。我感谢你，我从来没有发觉到，在你眼里我是何等的宝贵。从太初直到如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何等深深爱我的灵魂。也感谢你，你让我感受到这伟大的爱，主已安排你在我生命里，以主耶稣基督的爱更多来服侍你，我也愿向世界传扬神的爱。你是为了被神疼爱，来到这世上传扬这份爱，在主奇妙计划里将你栽种在这地，期待你结出美丽的果子。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从来没有发觉到，在你眼里我是何等的宝贵。从太初直到如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何等深深爱我的灵魂。也感谢你，你让我感受到这伟大的爱，主已安排你在我生命里，以主耶稣基督的爱更多来服侍你，我也愿向世界传扬神的爱。你是为了被神疼爱，来到这世上传扬这份爱，在主奇妙计划里将你栽种在这地，期待你结出美丽的果子。你是为了被神疼爱，来到这世上传扬这份爱，在主奇妙计划里将你栽种在这地，期待你结出
果子。在主奇妙的计划里，在主奇妙计划里，将你栽种在这地，期待你结出美丽的果子。亲爱的父神，孩子感谢你，我们全心全人的敬拜你，赞美你至高的名。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盾牌。我们心里依靠你，我们就得帮助。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坚定的信靠你，一心跟随你。求主将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使我们得以明白真理，谨记你的话语，天天宣告神话语的大能与得胜的应许，让我们的敬拜落实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当中，靠着圣灵的力量，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荣耀主你的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孩子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翻开圣经启示录3章14节到22节，我们来看上帝的话语。启示录3章14节到22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不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以上。接着我们请罗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最可怜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一起来敬拜他、服侍他。愿神的恩典、平安丰丰富富的临在我们当中。请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是何等有福气，我们是有福气的人，但是我们怎么好好去珍惜神你给我们的这样的祝福，这样的生命，活出应该有的样式，这是我们天天必须放在心上的。主啊，我们是蒙福的人，千万不要走到可怜的地步，让我们平白的失去神你给我们丰富宝贵的应许。今天早上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就是要寻找这样的智慧，求神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好好的该如何好好掌握把握我们的生命，活在当下，活出主你要我们活的样式的荣耀你的名，也来紧紧守住神你已经早就赐给我们宝贝的应许。求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1955年，美国有2个学者，一个叫做Joseph Ruft， 一个叫 Harry Ingham， 他们推出了一项理论。那这一项理论呢，我们中文把它用他们2个人前面的名字，把它称为叫做周哈里窗。因为一个叫 Joseph， 一个叫 Harry。那这个周哈里窗在谈什么事情呢？在谈说我们的人际关系，主要有我们跟人的互动的时候有2个层面，一个是你对自己的了解，一个是别人对你的了解。但是这2个部分又会牵涉到说有意识跟无意识的这样的所造成的差异。比如说所以他就把这个窗呢，这个周哈里窗就变成4个部分。你描述我们跟人的互动当中会产生的现象。第一个就是你自己了解自己，别人也了解自己的部分，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别人了解你，但是你却不太了解自己，这是第2个部分。那第3个部分就是你自己了解自己，别人不了解你，确实不了解你啊。第4个部分就是你不了解自己，别人也没办法了解你自己的部分。那这4个部分这样的一个周哈里窗提出来以后呢，让很多人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一个重新去检验的机会，然后呢也提升了很多人这个工作的效率。所以有一阵子这个周哈里窗很流行。那我今天我就运用这个周哈里窗，我要来谈谈说，我们跟神互动，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互动其实这个周哈里窗也是很合适来使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进一步来讲这4个部分。什么叫做你自己了解自己，别人也了解你自己的部分？就像我站在这里，你们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我是牧师，我也知道我自己是牧师，我长得怎么样这是第1个部分。那第2个部分，别人了解你你觉得你不太了解自己，没有了解自己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讲。第3个部分是说，你自己很了解自己，但是别人却不了解你，这个部分在说什么？这个部分在说你的秘密，属于你的秘密的部分，对不对？你自己很清楚，但是别人不了解你。例如说，你小时候曾经去什么掉到池塘里面被救上来了，或是说你曾经去偷摘人家的果实等等这个你不讲，别人都不知道，这个叫做你的秘密的部分。那第4个部分就是说，你不了解自己，那别人也不了解你，那个部分叫什么？有讲到吗？那个部分叫做潜意识你不知道，除非晚上做梦有时候会浮现，不然你不知道那个部分，别人更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当然别人更不知道但是第2个部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别人了解你都很清楚，但是你却不了解自己，这个部分叫什么？叫自欺欺人的部分这个部分怎么去解释我用一个以前我们小时候应该都读过的故事，叫做《国王的新衣》，有没有？我们都有读过这个故事，对不对？这个国王很爱漂亮他所有的漂亮的衣服都穿过了。有一天他找他的这个裁缝师来说，你要帮我做一件以前都没穿过的衣服。那惨了因为所有的衣服你都穿过了，要怎么去做一件特别的衣服呢？那这个裁缝师就做了一件透明的衣服透明的衣服，然后跟这个国王说这个是世界上最新潮的最漂亮的衣服你穿了一定很多怎么样，都会赞美你那个国王就真的穿出去了就是透明的这根本是没穿嘛，对不对但是他还是洋洋得意，他穿的四处去逛，大家都躲避因为他就像没有穿衣服别人都知道你是没有穿衣服，但是他自己很得意说我穿了漂亮的衣服那这样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怜？
别人都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但是你却不知道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可怜。那这样的情况呢，也是今天我们的圣经，我们再来读一次哈，你会发现说，今天圣经要讲的重点正是这样哈。如果我们的音控可以的话，把圣经再秀出来一下，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段经文很有趣哈。你读这段经文有没有 catch 到重点在哪里？有没有抓到它的重点在说什么？就是说，上帝都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况啊，老底嘉教会的情况我都知道。你看看这一段经文其实你回去读启示录有7封信，写给7个教会那7个教会现在都在土耳其的境内老底嘉教会也是其中一个。你回去读7封信写给7个教会的信一开始都说我知道，上帝都知道，上帝的眼目观察全地，他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但是呢，你读这段经文说，他们不知道。上帝说你是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是那困苦的。但是你说没有啊，我一样都不缺，我发了财。这样有没有很可怜？你觉得什么都有，但是上帝说你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形容他们？上帝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要首先了解说老底嘉教会这个教会在哪里。刚刚我提到这个教会是在土耳其境内，现在的土耳其境内这个地方呢，老底嘉教会的所设立的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产温泉有温泉它的西北方的地方它那个温泉是从西北方流下来，叫做希拉波利。它那个温泉在那里是热的，而且可以治病。但是它一直流到这个东南方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叫哥罗西，它就变成什么？变成冷泉的那冷泉它可以喝，可以解渴等等但是刚好流到这个老底嘉的时候流过老底嘉的时候，不晓得是地理的关系或是怎么样泉水就变成怎么样？不冷不热也不能喝那又含有大量的碳酸钙等等的杂质，所以这些温泉呢只好拿来灌溉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喝下去怎么样？就会吐出来。所以上帝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他知道，他说你们的教会老底嘉教会就像这样的温泉流到这里，不冷也不热，没有什么功用会被吐出来但是呢，我们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说，很可笑的是，上帝已经都知道，但是这些教会的人，他们一点都没有感觉，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他们认为说我一切都我一切都有了，我不缺乏。哇，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好好怎么样，在上帝面前的反省因为我们人跟人的互动，比如说我们在别人面前觉得我们可怜，那个事情还小在我们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说，有些人在别人的眼光里面觉得他很可怜，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比如说有某某人很小气他的钱都打劫打很多很小气，这样的一个人，大家可能都知道某某人就是小气鬼，但是他不觉得自己小气。这样的人或许在别人眼光里面觉得很可怜，但是他如果没有去偷钱，没有去骗钱的话，至少这样的人怎么样？
他还可以活他自己，只要他喜欢就可以。但是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很可怜的，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今天的经文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被神认为你是可怜的，你如果没有快点悔改的话，那问题就大了。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反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像老底嘉教会的信徒一样？我们有哪些是应该马上去悔改的？有哪些是在上帝的眼中看为说我们是很可怜的？这是这样的问题。从今天的圣经里面我找出几点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我们一起思考的是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是真正富足的吗？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你是真正的富足吗？为什么会这样问呢？你看看老底嘉教会说自己说我已经富足啊，已经发了财啊，一样都不缺啊。但是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们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要向我买什么火炼的金子，叫你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富足。这一句话在说什么？上帝为什么会用这样来要用这样的形容说你们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然后叫你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富足。因为老底嘉教会不止出温泉他们怎么样？还要产金矿他们产金矿，所以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这地方的人很多都很有钱，因为采矿嘛，采金矿但是呢，问题是说，好，你们老底嘉教会的信徒很多人在当地可能你都很有钱，甚至是大富翁，但是你在上帝的面前，你是富足的吗？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要去想的问题。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读过一个遇到故事很有趣，说有一个富翁他很有钱，要临终之前，他交代他的孩子说：“你要帮我预备一大袋的金子我如果离开世上的时候，我要带去天堂，我要凭这个金子，我要怎么样进天堂里面那果然他过世以后，他就背了一大袋的金子黄金，然后他就到了天堂门口要进去到天堂里面，被彼得把他挡住了彼得说：“你凭什么你要进天堂？”那个人说：“你看我要来奉献我带了这么一大袋黄金，你要让我进去啊？”彼得说：“我们这里的马路都是铺金的，金子在我们这里怎么样？金子在我们这里没事行没有用的那这样的一个话，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说，那我们在生命里面什么是我们要追求真正的富足？那什么是火炼的金子？说用火炼的金子来买真正的富足，到底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到底什么是富足？我们就来想一下提摩太前书6章17到19节这段经文是很棒的一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提摩太前书6章17到19节，他说：“你要嘱咐就是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段话不晓得你有没有体会到什么叫火炼的金子？就是说你要用在世上你的钱财，上帝可能赏赐给你很多钱，你要用这些钱去做什么样？做好事，在好事上富足甚至说你要去甘心施舍，去乐意供给人，这样你就会在上帝面前被认为是什么？是富足的。那问题来了，
什么叫做好事？我们说要在好事上富足，你才会在上帝面前成为富足的。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好事？如果人家问你，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好了。不晓得我们各位有没有向别人传福音啊？未信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你跟他说来信耶稣啦，信耶稣很好，他通常会跟你说什么？他说宗教都一样啊，都劝人为善，对不对？那你如果听到这样的反问，你要怎么回答？我希望从今天的讲道，你能够得到启示哈。宗教都一样，都劝人为善。当然，宗教如果不好，那就变邪教了，对不对？但是什么是善？都劝人为善，就跟我们现在牧师问你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好事？是你自己认为说，我日行一善，我今天来做礼拜的时候下大雨，我撑伞让一个老爷爷能够顺利走过马路，这个叫做行善吗？还是说别人说哇，这个人蛮不错的啊，他都平常都铺桥造路，他都有捐钱，他这个人是好人？还是说上帝说你是好人？这个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去想的。你自己觉得好，或是别人觉得好，那都不是真正的好，是上帝上帝觉得你是在做好事，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那才是真正的好事才会成为富足所以在当牧师的经验里面，曾经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也给各位当参考。有人问我说：“说牧师，我们教会说要11奉献，那我如果11奉献的钱的一部分，我拿去捐给慈善机构，捐给孤儿院、养老院，你觉得牧师你觉得可以吗？”假如你是牧师，你要怎么回答？牧师，我11奉献的钱，我抽一部分我捐给孤儿院啊，捐给老人院，你觉得怎样？可以吗？我跟他回答说，不是我说可不可以，是说上帝说可不可以。上帝有启示你，或上帝有感动你这样去做吗？还是你是在像民间信仰说，我在积自己的功德，我有捐给孤儿院啊，我有做好事啊，我有捐给养老院，是这样吗？其实这个不是的。真正的好，在好事上富足，能够成为上帝眼中富足的人，是你的好要怎么样？上帝看为好。所以第一点，我要跟各位想的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许神赐给你的，你现在的物质还算蛮丰富的，但是你在上帝面前有真正富足吗？那这个第一个，我们一起想。那第二个，我要跟各位讲的是说，我们的内在和外在我们的外在跟内在的心思，在神的面前是洁白的吗？我再讲一次我们的外在和内在就是我们的心思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洁白的吗？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你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上帝要求怎么样？老底嘉教会买什么？说你们要买白衣穿上叫你们自身的羞耻不致露出来奇怪，上帝为什么叫他们说买白衣穿上，才不会说让你们自身的羞耻露出来？难道这些老底嘉教会的人都没有穿衣服的吗？我相信绝对不是这样他们不只有穿衣服，而且一定穿得很体面因为他们说我们富足我们发了财我们一定是这个金光闪闪的穿得很漂亮但是上帝讲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要穿白衣？可能你们的外表是很光鲜亮丽我们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我们的成语里面很有趣说人打扮得很好，说怎么样？他怎么样？衣冠楚楚，但是另外一面衣冠也可能什么？变成衣冠禽兽。上帝提醒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你们表面可能都很好看但是你私下有没有跟你的外表是一致的？表里有一致吗？你是一方面在做坏事，一方面在奉献吗？几年前我们教会在社会闹得
沸沸扬扬的黑犀牛的事件，我想很多人都还记住嘛，对不对？那个主角，我们不要说人民，他一方面捐给慈济很多钱，但是他一方面在做什么？他在卖黑犀牛。这个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你内外要如一的。你看看我们心里，我们的圣经有一句话约翰福音4章24节说，上帝是个灵，我们敬拜他要用什么？心灵跟诚实啊。现在我也要请问各位，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在敬拜神的时候，你有把你的心带来吗？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当牧师，我觉得我很有福气，我常常看到的是看到你们的脸。我不喜欢用 PowerPoint， 因为我喜欢看看说，到底会有是喜欢听，有没有注意听，还是他已经要打瞌睡，我就不要讲了，对不对？但是呢，我看到的都是你们的脸，你们都看到人的后面的后脑勺，对不对？有些人很有趣，有些人他虽然来做礼拜，但是他两眼无神啊，因为他可能想说刚刚来教会走得太快，瓦斯没关，或是等一下要去市场要买东西，他人在这里，但是心不在这里，这很可惜啊！我们的信仰强调的就是里外如一，你不要说表面做一套那私底下又做一套，这是不对的。我读2段经文给各位勉励诗篇24篇第3节到第4节诗人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在139篇23节到24节又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看看这2节经文不约而同都说，我们要走永生的道路，你一定要守节心清你的心思一定要经得起怎么样？经得起神的试验。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行事为人，你的外表跟你的内在，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经得起考验吗？这是第2个我们一起要想的。第3个，我们要一起想的是说，我们的眼睛有看清楚我们生命真正的需要吗？从今天的经文第3点，我要跟各位想的是说，我们的眼睛有真的看到我们生命真正的需要吗？有看清楚吗？为什么这样问呢？你看看，为什么上帝跟老底嘉教会谈说，你们要买眼药啊，擦你们的眼睛使你们能够看见。这个问题又来了，难道他们都是瞎眼的吗？或者视力不好吗？没有，我告诉各位，老底嘉教会不止产温泉，产那个金矿，他们的医药很发达，很出名的，他们包括眼药都很出名，所以他们视力一定没问题，而且眼光很精准，可能他们投资都很好啊，所以他们才发了财，一无所缺啊。但是可惜的点在哪里？他们的眼光看的都是世上的物质的需要，物质的丰富，他们没有看到上帝所期待的。这是我们真的要去思考、要去反省的。圣经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说主耶稣有一次在教训人，那有一个人突然跑来找他说：“哎呀，那个夫子，请你帮我们分家产。”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有啊。耶稣说：“我岂是跟你们分家产的？”而且主耶稣不止这样讲，主耶稣说怎么样？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的丰富，所以你们要免除一切的贪心所以这经文很清楚指出啊，我们生命真正的需要不是只有说你在世上很有钱，不是这样，而是说你世上的钱你很丰富，你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为将来在预备啊？为你永远的生命在预备，这是很要紧的。我们都读过一本读过，或许有人读过，有人至少你听过，有一本书说，穷的只剩下钱，对不对？可能你很有钱但是怎么样？你的亲人不理你，你的妻子跑了，你的家庭破碎了，甚至
你丧失了永远的生命，那你钱要干嘛？你如果就是守那些钱，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你讲的生命是什么？是永远的生命，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哦。我们当基督徒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3章16节。约翰福音3章16节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来，后面这一句话一起讲，反得什么？永生啊！我们当基督徒最大的福气就是你有永生。什么叫做永生？永生就是说，你刚信耶稣的时候，你受洗那一刻，主耶稣的生命就在你身上活着，然后直到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生命就自然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啊，那个叫做永生啊，这是何等的福气啊，对不对？那我们是有永生的，所以你不要把眼光只放在世界。牧师的意思不是说你在世界不需努力，而是说你世界的努力的一切，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一切，你有没有跟将来去挂上有关系？你有在预备吗？我觉得这个很要紧。如果我们信耶稣，但是我们的眼光都只看世界的一切，都被物质所迷惑，那我们就可惜了，你就可惜了信耶稣哈。这真的是我们要放在心上哦。我觉得圣经里面最棒的例子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啊。你记得主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最后一个试探是什么？带到很高的山上，对不对？把世上的荣华富贵都指给他看，说你向我拜一下，拜一下，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我管的，我要赐给你。主耶稣为什么不拜？主耶稣为什么不拜？主耶稣如果拜了，可能传福音很快乐也很方便看到会有说你要开店，缺多少资金？100万好，给你500万，或是5000万，你会不会来信耶稣？很可能你就来，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怎么没有走捷径？主耶稣如果拜下去的话，就怎么样？他就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啊，他就变成魔鬼的儿子啊！你的灵魂就卖给他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今天社会上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在用灵魂跟魔鬼打交道，然后再赚钱？你像很多什么8大行业的这些人就这样啊，拿你的生命，拿你的灵魂去换钱。可能你穿金戴银，但是你的灵魂已经属魔鬼，你跟永生没有盼望，很可惜。我们当基督徒，你已经有最好的福气，就是说你有永远的生命，那你就要从现今你所有的努力呢，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努力，你要预备将来。为什么？你看看，圣经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说主耶稣在夸奖那个不义的管家，有没有？有没有读过这个比喻？不义的管家说有一个人要快被老板辞职了，然后他就想说以后我可能去跟人家要饭很丢脸我也没有力量去种田了。好，他就叫欠老板钱的人来说，你欠多少？1000块，好，写800。你欠多少这个欠多少麦子？他说要100担，好，写50担。他就这样，他就先叫他们来帮他们减轻他们的负债。主耶稣竟然夸奖这一个管家的，他是污老板的钱，对不对？但是老板怎么会？主耶稣怎么会夸奖他？因为他知道为将来预备。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比如说这个不义之子都知道为将来预备，那我们是光明之子，你如果不会为将来预备，那真的是很可怜的。所以你的眼光是放在哪里？我们的眼光，你有真正看清楚你在世上的生命真正的需要吗？这是我们真的要时常要思考的。所以今天我定一个题目说最可怜的人。我想我们对最可怜可能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不管什么定义你都忘记了今天的定义，你要把它记在心上。今天的定义，上帝告诉我们
什么呢？就说你在世上即使都拥有一切的，但是在上帝面前是一无所有，那你是最可怜的。你不要说世界都在我的底下，我什么都有了，但是如果在上帝面前你是一无所有，那你真的是最可怜的。我多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哈。有一个教皇刚过世的时候，哇，这个世界上办的这个很这个什么堂皇的一个葬礼，然后他的灵魂就往上升然后他就要去天堂报道他很有自信的就走到天堂门口，也是彼得站在那里。彼得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不认识我。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在帮我办告别式啊，我就是那个某某教皇。”彼得说：“等一下我看一下名册，没有这个名字。”他说：“你搞错了吧？就是世界上的人都认识我。那好，教皇的名字你如果不认识，我的枢机主教的名字叫做路加或是什么的，就是说一个名字。”彼得又查，没有。说那我的主教，我当主教的时候区主教的名字是什么？就一直讲都没有。我叫什么神父？到最后他讲一个名字，他说我刚毕业的时候我曾经去孤儿院当神父，在帮助那些叫做路加神父，你帮我查一下吧。有，好，路加神父好，你可以进去。他流了一身冷汗。他说我要打电话告诉那个现在刚好在冒白烟的那个要当教皇的，你要小心你不要以为你是当教皇你就一定到上帝的国度，没有。是你有没有在世上真的看清楚你的需要，你有好好的去预备去完成，否则的话，你觉得你说你发了财，你什么都有，拥有一切，但是上帝说潘谁？你是一无所有的，那你就变成最可怜的。我希望我们已经都拥有一个很好的福气，上帝要把最好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就好好去掌握好好用上帝给你的，你去努力，你去生活我很钦佩保罗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常常鼓励说，我们人要怎么样，要用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带领他们信耶稣。保罗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他讲一句话很棒，他说我似乎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我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上帝赐给你的这些赏赐，你的能力做得到的，你就去举手之劳，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更重要的带他们来信耶稣，你就有机会能够体验保罗所说的，我似乎贫穷但是确实许多人富足，我好像一无所有，但是却样样都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在那么多人当中，你特别先拣选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赐给我们永生的福气。求神你就帮助我们能够真的从圣经的话语领受到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能够去看到生命的意义，活出主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的荣耀你，也让我们配得来领受神你早就预备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罗牧师美好的讯息。接着我们来吟唱回应诗将天敞开，请兄弟姐妹们请起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
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请坐。接着我们来奉献请直线的同工。请起立来唱奉献的歌《一生爱你》。坐。接着我们来欢迎，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到我们当中，吴冠，这是华嘛哈？吴冠华弟兄在哪边？好，我们来唱欢迎的歌。弟兄是安邦的朋友，是OK， 欢迎你哈，你住在我们泸州集贤路这边，欢迎你再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好，那再来我报告一下哈，请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哈。本会消息因应内政部实地查核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管理办法的规定跟作业。请会友协助填写，就是在我们周报里面有夹了一张收集处理跟个人利用资料同意书哈。
那这个部分是台北中会它有相关的规定，公告是张贴在1楼的公布栏。那这个部分的话，举凡有教会的奉献、探访、家庭礼拜、野外礼拜、团契郊游、主日学夏季学校、主日学的校外教学，参与教会上述活动者，请务必签署同意书，保护你的个人资料安全。填写之后，请交给干事。那这个部分，因为大家应该都了解这个部分，因为有个资法的部分，有时候个人的名字或者身份证这些资料需要取得本人的同意才能够公告这样子。因为我们有些保险的部分会需要用到，或是其他有需要用到的。那所以这一章我们填写完只要下面填写我已阅读接受上述同意书内容打勾，那下面就请亲签，那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交给我们的楼下的干事，还有一个日期的部分那第二点是我们这个华语堂我们邀请罗荣斌牧师证道那我们代表那个教会来感谢罗牧师。那感谢罗牧师的美好的讯息分享跟勉励那今天真的也是受益很多那第3点是本会的信德奖学金的申请到今天截止那第4点是下个主日10月6号是联合礼拜所以请我们华语堂的弟兄姊妹注意一下下一次是联合礼拜也是本会的圣礼典主日请大家以恭敬的心来赴主的宴席，领受主的救恩活命那礼拜结束之后呢，教会有爱餐兄姐请自备环保餐具。第5点是下个主日也是本会的松年事工主日而且我们要举行重阳敬老感恩礼拜那70岁以上的兄弟姐妹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会有那个礼物赠送。那这上面有我们那个名单如果有遗漏的话请向干事提出更正。第6点是10月12号，也就是礼拜6晚上的6点半要举行敬拜赞美培训会，主理是慧文老师，主题是接歌的技巧。那敬拜团的成员跟有兴趣的会友请一起参与。第7点是新眼光读经今年度的第4季读本夹缝中的希望已经放在招待桌欢迎大家自由取阅那可以在家每日依进度来灵修。第8点是第4季10到12月的服事轮值表已经公布，那各位同工请注意自己的服事项目跟日期，如果时间有不方便请自行交换，并且通知办公室。第9点街舞的第3期招生每个礼拜6下午4点到5点半，一样是5堂课1000块那师资是淡大的热舞社，招收在国小到55岁以下对街舞有兴趣者，6人开班那报名请向红鱼弟兄那这个部分再向各位推荐一下就是说街舞的部分，听说他们上的也都不错，那就是欢迎那个有兴趣的兄姐赶快来报名那第10点是每周3的晚上的读经祷告会请大家踊跃参加能够守望教会彼此蒙福。再来肢体相通的部分我们在每日的祷告当中我们来纪念那教界消息的部分是在10月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69点到12点，在大道城教会有一个进阶的长职训练会那今日报名截止。那以上报告我们来吟上会诗，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我们请起立啊。
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做默祷。